其实现在传出来的时间点版本非常多，有9月3号、9月13号、9月16号跟9月17号。那我们谢谢大家帮我们把时间点都瞧好了，但是我不晓得这样的时间点是怎么样定出来的，有没有他一个考量？但是因为郭台铭先生目前人正在国外，这一部分我们真的还没有办法探寻到他的意思。的确，我们在这里都还没有时间表这样子的安排。董事长这边有看法说，就是国民党通过说，只要就是有登记参选的话，就要开除党籍，就包括那个连署成为总统被连署的这样子。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有关于国民党这些事情，的确不是主控权在我们啦。那国民党要怎么做，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控制。那也希望说，国民党是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样子做对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对党的利益来讲，是不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说，在党籍的部分，我们就是会等，我们就是让国民党自行去处理，还是说我们可能会先去做处理党籍的这个部分？你说我们是不是先自己主动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如果登记联署的话，那在党籍的部分，我们是交给国民党决定，还是说我们自己会先来做一些处理？好，如果是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先来研究一下，看看是怎么做会比较好。目前为止，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讨论跟考量。那个韩市长的夫人有提到说，就是那个他觉得党中央没有尽力帮忙协调，就是郭董退选。我觉得这个部分也真的是要问他们呢。我们真的就还蛮该怎么讲，我们就还蛮被动的，也不晓得说这部分我们也不方便，也没有这个立场去对党中央下指导棋。对，就是有说他已经很努力的，就是来帮忙整合了。那真的是要问吴主席，我们基金会目前为止真的没有收到就是有关于这部分的消息。那个蓝委好像很担心说，就是如果郭董事长继续参选的话，国民党会有这种双母鸡的状况。那郭董事长有打算私底下去拜访一些蓝委争取支持吗？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规划。那因为现在派系看起来好像都已经选边站了，现在还有争取的可能吗？会不会透过王院长来帮忙协调？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理念一致、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努力，然后争取台湾第3条路。郭台铭先生跟郭守正先生从来也没有对外有提出这样子的相关的评论，而且从来对于换瑜这件事情也没有期待，所以也没有等的问题。相关的报道纯属臆测。那你说时间点的部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9月17号是 Daylight， 所以郭先生目前为止都还在慎重的思考当中。也并没有说由柯市长来负责空军，然后王院长负责组织陆军，这些事情没有讨论。对，为什么会说脱党是不存在的议题？可是如果郭先生真的参选的话，那他势必就是不可能是第2个国民党籍的参选人，那不就是脱党了吗？就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思考的方向就是我们要用中道的力量，然后让中华民国能够赢，然后呢，让人民能够在2300万人民在未来能够过到更好的生活，在经济上能够有更好的出路，甚至于说重振国民党的党魂。那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方向。所以这个脱党的议题，就目前为止并不存在。方向要从整个中华民国来看。那如果说既立当即天下立，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变成说我们还是在这个党的框架里面。那如果说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要看说怎么样做是对台湾最好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会有脱党这样子的议题了。那他目前有跟任何党中央的人，比如说吴主席，有谈论过这部分的事情吗？有见面了吗？或者是有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讨论这些事？目前没有。对，就是其实他跟严清标算是旧交了。那昨天也特别提到说，在周大观基金会的时候，在颁奖的典礼当中，他们都是好人好事的代表。那严清标就坐在郭先生的旁边，郭先生当时也相当讶异，说：“怎么会看到严先生这样子？”那严先生又说，因为他那时候在服刑的时候存了一笔钱，所以他把这笔钱呢捐出来做善事。郭先生觉得这是好事一桩，也因此开启了2个人的见面，然后友谊之缘。那接下来呢，这个严先生的参选立委，在2011年的时候参选立委那一次，郭先生也献出了他帮他站台的处女秀，他人生的第一次
服务选站台就是献给了严清标，所以呢，这一份旧情其实郭先生一直感念在心，两个人的交情一直都还是有的。那接下来严宽恒先生当选立委之后，到立法院去这个当立委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说应该在财报啦，或者是科技啊产业界能够多了解，所以严先生就拜托郭先生说，是不是可以让他的儿子到这个郭先生的办公室去当个助理，就这样子当了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严先生就先离开了。那郭先生也说没关系，因为他也算是这2个礼拜时间也算是门生了。如果说呢，这严宽恒先生在选立委的过程当中有需要郭先生来帮他站台，他也相当愿意。就严家忘恩负义。我们没有这样说，对，这就是跟这个塔罗牌有点一样，就有点穿凿附会跟加油添醋了，也不要无限上纲跟扩大解释。